新历9月20起，拜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十一点上新小连线的消息。来看到国道3号路南彰化河美这段路，透早差不多5点钟，有一架化学造车强升过10楼，一台载强升的化学造车驶入路的，唔知什么原因，强升全部拢转出来路的，现场拢是真激的臭味。管区的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到现场处理，嘛伫咧现场戒备。相关的人员穿保护衫，赶紧来。该在国道车路无去就着，嘛伊无引起到机艇的意外。详细原因，即马等咧进一步了解。同款嘛是拄则接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宽和北路3段福路街口，拄则9点18分发生一件车祸，当中有4个人受伤，2台轿车相撞，害后壁一只奥多拜嘛闪袂离，加入去车卡。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救人。因过桥奥多拜的人，互人拖出来时已经无喘气，赶紧互人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另外2台轿车嘛有人受伤，到底是安怎无张无弛会发生车祸事故？即马警察等进一步了解。同款嘛是要来关心交通的消息。今仔日是中秋连假头一天，早起时国道的车慢慢愈来愈多。高公局就预估讲，今仔日的车上介多、上介塞，交通量差不多是普通时1.4倍。特别是国道5号路南，可能为透早开始塞车，塞到下晡5点。详细情形，赶紧要来听高公局详细的说明。今天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国道整个总延车公里数约120万的100万车公里，较平常的交通量的1.4倍左右。那在今日国道早上7点左右，出现南下车潮，国一的部分主要出现在国一是出现在杨梅到新竹路段，彰化系统。那国三的部分出现在三鶯到关西路段，乌日到雾峰。那国五部分是出现在南港到坪林路段。以上是预估今天早上及下午路段会出现车多拥挤的路段。那在此呼吁南下的用路人尽量利用下午时段来出发。上路前请上本局的旅行时间系统查询预估的最佳的出发时间。那并收听警广的路况广播及本局1968的网站及 APP 查询得知最新的国道路况。高公局在此呼吁，尽量利用今天、明天尽量利用下午的时段出发，北返民众后2天尽量利用上午时段来出发。高公局这边祝行车平安。这一次出现紫爆的区域啊，算是比起以往还要来得多吗？还是这在你们预估范围之内？目前以昨天的交通量来讲，整个是较跟今天比较起来，都还在预估的下限当中，也没有超出来，都还算正常。至于今天早上在国三南下部分有多起的事故，原则上都是以追撞事故居多，造成的部分路段有拥塞。比起今年春节的部分啊，算是差不多吗？是因为春节是假期跟我们中秋假期，因为我们中秋假期是以旅游居多，那春节因为假期长，基本上是有所差别的。量哪一个比较大？量以来讲，今天以中秋节来讲，跟以往的中秋节来比较起来，差不多，都在预估范围之内。那国五最塞的话，预估可能会塞到几个小时？国五大概从今天下午如果说大概会塞到下午大概南下部分会约到下午5点到傍晚了。那今天这么早，国五这么早就开始塞，是不是因为大家有预期到说之后有高承载管制，所以有提早放入？应该国五在早上7点这一波它5点半到7点之前有一波车潮。那其实就要赶在高承载之前上路。那7点过后呢，其实南港部分已经渐渐的舒缓了。是。那今天的南下交通量，然后就是另外就是今天早上有没有出现水塞，然后时速大概多少，然后下午会不会有再一波？下午预估在国一的部分会大概是下午差不多3点左右。那国三部分大概下午过后1点多会渐渐舒缓。那国五部分可能吃饱饭之后南下的车潮，可能还会有一波的上路的南下的车潮。今天早上时速还可以。
今天早上都预估，除了说有部分的车祸路段以外，还算是正常。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高公局上新的说明，今日是中秋，拄则咱看到是交通的情形，所以要来关心这是天气的消息。中央气象局特别讲到，今仔日规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日头会真炎，一寡人出门拢爱举雨伞来遮日头。中央气象局嘛预告讲，今仔日规台湾各地高温可能升到32度，其中桃园、新竹、苗栗高温可能升到超过34度。下晡中南部山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若暗时规台湾的天气就变较稳定，民众也是有机会会当欣赏到花园的景致。中秋节活动来看到高雄市凤山的成义里特别放假办一个中秋航马活动，现场拢总超过1500人做伙来参加。市长韩国瑜伊嘛用画面来给大家祝福。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传来了解。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呢，整条马路满满都是人，而大家都围成一桌又一桌的在吃烤肉，并且大家看起来都吃得津津有味。原来是高雄市凤山成义里，因为中秋节的关系，特地封街举办烤肉活动。而市长韩国瑜呢，也因为行程满档，他也用视讯的方式送上祝福。来看一段稍早画面。大家中秋节快乐！快乐！哇，现场一片欢呼啊！谢谢市长。市长的视讯祝福呢，也让现场的气氛来到最高潮。而这次举办中秋节烤肉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带自己喜欢的食材前来和大家分享。虽然外面没有冷气，烟雾也四处飞，但还是吸引超过1500人热烈参加，人数也已经打破以往纪录。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过来看到当年中秋，一寡人拢是亲像拄则画面安尼灌洗烘肉来过节。也毋过经济学者上新的研究，发觉讲烘肉油若是去滴到火炭的时，会排垃圾有粒仔物，也就是 PM2.5，也有 PM10，这会对咱人身体有败害物质，引起空气污染。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宣导影片，呼吁大家因特别用敬母日的方式，要甲大家讲用电或者是瓦斯来代替火炭烘肉，安尼才袂烘甲会苦家白分火。陈美君小妹妹，领导的航班已经航到英国。李长广播叫阿妹啊，赶紧回去，唔是厝内出什么代志啊，是中秋节航班烟伤大。刷落隔壁厝边乌面带岛神挖过来，强调会当用电还是瓦斯来代替用火炭烘肉，更加方便。最近下来看路边，这块肉油丸是就是饱满，永远袂用碰风。这是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的防治空气污染的影片，找家己人来做临时演员，道具伪装全部拢家己来，宣传中秋节烘肉尽量卖用火炭，预防空气污染。唔那安尼，佮讲到中秋节烘肉的历史。原始人肉是这样炒的。为石器时代种茶起火到90年代，哪烘肉哪烧，上摩登的现代人应该爱用电甲瓦斯来烘。利用瓦斯跟利用我们的电炉，我们就减少这一类的污染，对人体在烤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减少他们直接的一个影响。但年的中秋节民众拢惯死烘肉过节，不过根据学者研究发现，烘肉油脂滴到高温的火炭时阵，会产生 PM2.5、PM10这有害的物质，那污染空气嘛影响健康。台中市环保局家己翕影片宣传烘肉的撇步，呼吁民众做伙来保护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中秋也有真侪民众会哪食文旦哪收获，结果农委会甲人讲摕一寡果子去做加工品，让人讨济去。拢总有400万斤的文旦，互人乌白等伫咧花莲2个水窟啊，也有空中翕相的画面来做证据，结果互农委会报倒转去，讲这物件拢是品质较无好的卡烧货，毋是乌白蛋，是要摕去压肥，提醒大家毋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空中摄影机翕到这块黄青色的所在，看起来感觉真奇怪。斟酌甲看，原来这区全部拢是油啊！就是这段画面，和国民党团指控讲，农委会收来做加工品的油啊，是安怎会放等伫池仔内底，放伫协学日？批评讲这是咧吞大农民的心血。啊，农委会嘛出面讲，因无查好清楚，就找来找麻烦。那个不是仪器，那个是大果，就是我们收集次级果来做多元利用。但是挖了之后下雨了。所以就积水了，
只是他空拍，他不知道，因为他根本进不去，所以他空拍一看，那个是水池。为着避免较歹油啊流入去市场影响计销，农委会今年用1斤10块的计销，伫花莲收1800吨的大果，其中800吨提去加工做精油，剩落来1000吨，因为拢是较歹较酸的，干那会当用来熬肥，所以农委会才会找一块土地挖坑，甲油啊放伫遐，互皮变软，佮经过日头晒过了后，互分解发酵速度变紧，超爱半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变做有机肥摕来用。大果就是阮农民上烦恼、上担心的。这个大果唔知要走这去。政府这个政策真的协助到农民，我们怎么把比较规格外的大果收起来？如果讲得很过分，伤害到农民、伤害到消费者，我们就会考虑提高。强调优质的油爱计销，去年是1公斤19块3，今年因为品质更加好，嘛卖到1公斤65块。农委会提资料出来翡翠，就是惊会造成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小鬼嘛敢伫盐王面头前唱秋，这是有人真好打。伫台北士林地检署警察大楼外口，黑白甲人破流霜。代志发生伫昨下晡，一个查甫人，敢若因为和伊的女朋友有妨害自由的官司，落尾趁女朋友和伊的老爸做伙来到士林地检署行法院出来了后，就甲人破流霜，互伊破掉的人该在送病了后已经无啥代志，即嘛怀疑讲出手的可能就是已经找的前男朋友，警察当咧抓人。涂骹看到流霜的粉液，含停伫路边的旅行车嘛有互破掉。回头过去看，边仔阁是台北士林地检署警察大楼。这个破流霜的嫌犯真正是唔惊死，因为伊就是针对一对爸仔囝来的。一个生出来查某人，因为甲前男朋友互相告对方妨害自由，下晡爸爸陪伊去台北士林地检署开庭。出来了后，两个人离开大楼，阁行无偌远，就互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破流霜，带爸爸的胸坎甲双手受伤，生出来查某人是脚接偏，佮有手甲脚受伤。爸爸好痛哦，爸爸好痛哦！他好像永远不准听到，那个女孩子叫很大声，我们才听到，我们才出来看。真的，现在我还发呢，我真的现在还发呢，我整整不烧，我出来了。现场的民众讲，破流霜的查甫人，敢若就是生出来查某人的前男朋友，因为官司的纠纷，查甫人专工走去地检署等因。本案初步研判，并非随机型犯案，且已由台湾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本分局业已调阅录影监视系统，掌握特定对象，查办中。警方目前已经锁定嫌犯啊，会赶紧甲查甫人抓起来，将代志查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需要进一步来查核清楚。一个富人人伫宜兰罗东一间大卖场，倒了一个查甫人，实在是活要落死。讲伊是开补习班的头家，含伊伫咧543，刷落来咪死咪烂。富人人一个看到认得出来，讲过去用这部旧补，甲人卡身骨落改。伊阵甲相片抛上网络，提醒大家爱注意。嘛有一寡网友看了到底，讲伊面色，有人讲不三时看到伊出来含查某囡仔伫咧高甜，伫咧太高暖路。查某囡仔惊甲退一步，因为面头前的这个查甫人伊完全无熟悉。他就走过来问说：“小姐，我觉得你很眼熟，你是不是曾经有在社区大学上课？”可是他会一直要跟过来。就是伊已经3年啊，拢用同款的步数，讲家己是开补习班的，过来加影真实。不过罗东的网友看到伊，那大家拢感觉伊真面色。至少有10几个女性朋友都曾经在宜兰遇过他。这个散过路皮肤真乌，挂一副乌青目镜，看起来真斯文的人，伊伫咧宜兰罗东的各大卖场开查某囡仔已经有真侪年啊。他会敲我的窗门，然后我窗户拉下来一点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哪个补习班的老师啊？”因为有青份人一直死皮烂路，和车顶的查某囡仔惊一个身份袂定着，相片一个抛去网络，随有人留言。有网友讲家己冇拄过，伫咧宜兰社会大学文化中心拢会当看到伊，真惊这款的行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不过嘛有网友有无同的看法，烦恼伊是毋是真正破病啊？需要社会改斗3天，相片抛去网络，就是希望大家当较注意咧，莫甲联络的方式留予伊，才袂惹着麻烦。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继续刷来去中华来看到中华保盐顺德奖的冠军帽，这几天会当讲请假抓袂掉。庙方特别准备2顶帽啊，互民众来遮拜拜会当拍卡翕相。结果其中1顶帽啊，互一个查某囡仔摕去，就安尼无形。张下晡赶紧做头一批出来，差不多2000顶的帽啊，开始要发予新历9月初9来登记的民众来领。拜头名的是高雄来乡亲，伊讲帽啊是要送予做伙参加铁人比赛的朋友，希望会当求好运，因为这2天啊帽啊伤过热。传讲有人假sen别人的身份来偷领的情形。最近大家拢咧笑的保盐顺德奖的帽啊，第一批看出来超2000顶的帽啊，送到庙呀，2点1个到就开放互人领。第一名是为高雄来这个先生，伊随摕帽啊去过路，因为伊嘛有参加铁人比赛，要摕10顶去送互做伙参加比赛好朋友。我很高兴，怎样高兴？希望大家比赛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利利。另外，这个先生摕到帽啊，讲要送1顶予总统蔡英文。送总统府的？对啊，那要给谁的？那个蔡小燕。这部分拢是9月初9新闻报出来，迄天就登记要领的。迄个时阵，佫会当一个人登记10顶，佫有人借别人的名要来领。来登记，结果这已经有人写走了，被冒领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我就是要看证件。实在是足想要知的，传讲佫有一个查某囡仔，甲庙准备要互民众翕相的2顶帽啊，其中1顶伫咧拍卡了后，就无摕落来，直接甲家己的帽啊，佫伫起了后走去。当然是唔敢啦，但是阮无要追究迄个帽仔的代志啦。庙方嘛真无奈，帽啊赶袂出来，即马登记的一个人敢若会当领1顶，目前已经登记到7000外号啊，全部拢爱等到后礼拜1。虽望即届无领到，毋过信众拢讲会过来。还是特地过来拍照。那下次还要再来一次？对啊，等到开放的时候再过来拿。庙会讲帽啊无摕来卖，登记添邮箱就会当领。帽啊内底迄边有当庙的囡仔，这是正品。啊，网络顶的嘛出现真侪仿的帽啊，希望大家莫互嫌弃。保盐顺德奖的帽啊，即马已经变作台湾上夯的1顶帽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夯，来看到玉山又搁发现台湾乌蠅。最近玉山园区南二段拉库阴溪山内有一间厝，有台湾乌蠅走入去内底找食的物件落甲规世界，伫遮放屎放尿。玉管处判断讲应该是食的物件放无好势，因为这个气味再写台湾乌蠅来，呼吁爬山的民众千万唔通留食的物件伫遮，才袂欢喜到你，艰苦到我。礼拜1游客发现那个黑熊闯入山屋，就是在这里一个住宿山屋啦。手机的所在就是民众发现乌蠅影子的地点。厝内底防冰甲乱糟糟，铁拄啊拍开物件线甲规涂骹，四界拢有破坏痕迹，涂骹拢是食过酱料甲罐头。看这个脚印甲摆出来，晒甲了，玉管处证实就是台湾乌蠅。那个黑熊跑到山屋里面，研判说这个是因为游客在山屋里面有催促东西，他把厨余或食物留在山屋里面，那黑熊闻到味道之后，就会闯到山屋里面来找东西吃这样子。根据玉管处统计，全台湾超有600只的乌蠅，其中玉山就占超有一半，全台湾上济。玉管处讲乌蠅的片仔真好，就算食面带伫涂骹嘛会互屙出来，呼吁民众要走的时阵，甲食面拢炸走，乌蠅才袂走来。未来会讨论设一个专门用来放食面的厨啊，避免人甲乌蠅相拄。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行政院针对加油的奥多麦降货物税，初步决定要扩大旧换新货物税减免的优待办法。无到1、2、5的奥多麦符合6期环保标准的新车，会当扣货物税，本来是扣4000块，即马变做会当扣5000块。另外，像讲即马市面上1、2、5 6期环保的奥多麦价格，算的差不多6万桶到9万块。后日民众若是旧换新车符合环保的标准，就会当用货物税优待新制度，也有业者降价，民众买奥多麦有机会当搁较俗。同款嘛是俗个大碗，来看到3天中秋连假，婚林剑湖山乐园今年是头一届办摩天轮中秋乐营的活动。身份证号码若是有2号、3号，拢会当有票价优待。另外，台中丽宝乐园若配合无到12岁囡仔来到乐园耍，会当免钱，搁再加送免费坐摩天轮的票。大人来嘛有优待，拼中秋连假3天的胜利。大人甲囡仔坐游乐园的设施，算甲安尼笑嗨嗨。中秋3天的连假，中部的这个游乐园，慢要来抢攻中秋的商机。
婚龄的剑湖山世界配合这个秋冬旅游的补助，12岁以下的囡仔免费通入园。连价阁杀出讲，若是这个身份证号码内底有2也是3，这款的安尼就票价400块阁有通走。若是一口罩4个人去算，囡仔来配合补助，大人的身份证嘛有对着号，安尼平均测落来，一个人开免到200块。除了这项以外，业者嘛来上准国内的露营风潮。开园30多年来，头一摆来伫摩天轮的下边举办露营，现场阁有 BBQ 和摩天轮的灯光秀。2天1暝，拢总开放80个名额。剑湖山世界开园30多年，第一次的中秋节露营活动，我们设定了80个帐篷来这边露营旅游之外，我们还安排了烤乳猪以及烤肉的活动。另外，台中的丽宝乐园嘛要来抢人客，秋冬的旅游补助，探索乐园熊马拉湾，12岁以下的囡仔会当免费来耍一遍。若要来坐摩天轮嘛免钱，和爸母做伙来坐这个摩天轮，安尼嘛会当省我免2000块。拄撞到这波中秋节这个顺风车，丽宝摩天轮嘛应景来杀出这个中秋的灯光秀，民众熟悉的嫦娥喷月、玉兔精妖，也佫有星光银河，要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坐摩天轮来赏月。中秋的假期想要去倒位佚佗咧？游乐园杀出优待，希望会当带动这个人潮，通来探到中秋的仙仔头。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看到中秋市面真好，台中百货周年庆已经升起鼓，为了要来拼生意、趁中秋连假进前，百货业者拢塞真侪好康的优待，像讲广三所购百货塞8万组化妆品优待开放，互大家会当来注文，搁找 Hello Kitty 来学演赞声。若泰罗哥的新时代，全部拢是买3000送300，塞这个安奈级的光疗增加美容的体验，请一寡女性的消费者来交关。台中百货周年庆比别位拢较早开始，就是为着要赶伫中秋连假进前好好赚一条啊！设举排人员的后方排队。化妆品是所有百货公司主要的战场，大家拢杀优惠出来。像讲中友百货化妆品买满2000送200，规间百货公司买满3000送300，各20万组独家优惠，品牌日好康更较侪，愈卡愈够野，阁会送礼物。另外，广三所购毋若买满1000送100，阁有8万组的独家优惠，阁找 Hello Kitty、甲恁去画家拜拜啾啾做伙来相听，杀古水的礼品出来。大路个新时代，买满3000送300，买满1万送电影票，买满7000个会当摕到松林王子张泰山的签名面巾。针对化妆品 VIP 的客户，阁会当免费体验光疗、增加美容、甲加比美时代。因为周年庆的优惠一定是最划算，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然后把一整年需要的东西一次买足。就像平常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最多就是9折，可是如果是周年庆来拿特惠组价全馆活动买起来，真的很便宜。中友百货预估这波周年庆会当互业绩成长6成。广三所购甲大路个新时代嘛拢有信心，业绩会比去年同期成长4成到5成。百货公司周年庆提早开始，活动的时间更较久，就是为着要拼营收。记者综合报道。外国的消息继续要来看到，俄罗斯2005年要塞会当载新臂炸弹的温馨轰炸机。俄罗斯的军方特别讲到，这粒新臂的炸弹有人工智慧，也有反辐射能力，会当进一步来分析敌人无线电的消息，嘛会当闪过雷达扫描。另外，美军嘛来测验一款超音速的火箭，这个速度是音速的8倍，会当讲是上介紧的火箭。亲像催泪的爆炸声了后，超音速的火箭伫个目睭前瞬一个就无去，敢若剩看到柑仔色的火箭甲这个白烟，即马甲这个速度甲落慢4倍，甲过来甲看一遍。美国霍洛曼空军基地进前咧测试这台超音速火箭，伊的速度约悬到每小时10620公里，差不多是8.6倍声音速度，拍破纪录来称作地球顶悬上紧的火箭。When we go hypersonic speeds above Mach 5, even metals can catch on fire and melt. So we set up a helium tent on the rail. The helium is 1/7 the density of air. 这款上紧的火箭会当替美军伫未来新形态战争内底来拍基础。若这个长期甲美军明争暗斗的俄罗斯，伊嘛无认输。俄罗斯嘛要来杀出迄落有载新臂导弹的掩身轰炸机啊！ Russia's next-generation stealth strategic bomber
PEC-DA will undergo trials at the Flight Test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the town of Zhukovsky outside Moscow. 这款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差不多是12000公里，估计伫2025年会当头一摆来完成试飞。上重要的是讲，伊会当来载有人工智慧甲反辐射能力的这个神秘导弹，嘛会当来分析敌方的无线电信息，来闪避雷达扫描，上大的射程有7000公里。这几年来，美国甲俄罗斯这两国因拢真积极咧发展新型高速高效能的这个武器，新一波的军备竞赛早就伫个这个台面下边咧呛赌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上海迪士尼乐园本来规定讲游客袂当早食的物件入去，互人屁嗅甲无一块好。为在一起正式规定讲游客会当早饼、芳，也有细份的果子入去。另外泡面、榴莲、臭豆腐这歹片物件，同款袂当入去。新的规定开始了后，就游客伫咧软规定的空棚，规气早早规粒西瓜要入去内底。短几工内，迪士尼乐园已经互人看到粪扫等甲规世界。新的规定到底是好也是歹，无两好相白。手干的塑胶袋内底有一粒西瓜，斟酌甲看西瓜搁别开啊！这个查甫人搁顺手炸几粒包啊，伊毋是要去野外食饭，伊是要去上海迪士尼乐园耍。非常欢迎，降低消费了。因为里面确实太贵了。我觉得蛮好的，可以往外带东西了。外边有些我很想吃的，我也可以带进来。迪士尼为11号开始，让游客会当家己炸食面入去园区内底，会当炸食面有饼、芳、熟的鸡卵、肉干、量较少的果子才会食面。炸水甲饮料嘛无问题，不过西瓜、榴莲、泡面、冷冻的水饺，也是臭豆腐，这个味较重的食面是袂当炸入去的。所以，这个民众炸一粒西瓜入去，尾啊红。We do allow food and beverages into the park for self-consumption, as long as it doesn't require any kind of heating, processing. 上海迪士尼2016年拄开幕的时阵，游客是会当炸有包好的食面入去的。不过有游客炸火炉伫园区内底煮火锅实在伤合，所以2017年就禁止游客炸食面入去。落尾因为安检人员强制游客家己炸的食面单调，互告去法院，尾也败诉，所以就干来当修改规定。非常不忍心啊！这几天有真侪游客炸食面入去，园区内底变甲四界拢是粪扫，会阁发生什么奇怪的代志嘛？互人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奇怪天卡下，遮尔看，什么奇奇怪怪代志都有。像讲有一款电麻会放电，互人电甲死死昏昏去。250年前，生物学家发觉到这款电麻了后，本来就准讲干那一款尔。最近科学家伫咧亚马逊河上少也阁找到2款新的电麻物种，其中一款有破纪录的放电记录，这个电压有860度，互一个大人就会当电甲死死昏昏去。酷奇嘴巴开开对电麻甲合落去，后一秒要烧火嘛袂赴啊！简单看到电麻放大电，甲这个酷奇电昏去，这个威力真惊人的电麻，一直互人认定是高种物种。不过科学家最近发现讲，其实上无还有3种无同的电麻生活伫这个亚马逊河流域。Their electric discharge of up to 600 volts can take out powerful predators and stun an adult human with brief, intense shocks. 科学家最近伫亚马逊区域的上北边，发现到伏打电麻甲这个瓦斯电麻这2种新的物种。其中，这个伏打电麻会当放出860伏特遐尼悬的电压，安尼比原本电麻放电上悬的纪录650伏特加悬出真侪，创下生物发电电压上悬的纪录。这路电会当甲一个大人100年就随甲电昏去。It's just this hitherto unknown world of electricity that we're just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学者研究表示讲，伫亚马逊雨林内底，还有真侪物种还未发现到，这些拢有可能来帮助医学甲技术通进一步来创新。记者综合报道。有时阵去上着头壳，可能的代志拢记袂牢，无头神。有一款的病例是2点钟就会失去记忆一届，这是以美国的伊利诺州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今年6月去参加夏令营的活动，一个无注意，互人去踢到头去伤着了后，医生诊断讲伊是脑震荡，休困几工应该就会好。结果回去了后2点钟就失去记忆一届，想袂起来讲物件到底放伫倒位，嘛袂记得迄天的日子，袂记得阿舅已经过身，医生嘛找无病母。
美国伊利诺州16岁查某囡仔莱利，伊真认真咧复习学校的功課，不過過2點鐘了後，伊就攏袂記哩了，嘛會袂記哩當日的日期，也是講家己物件放佇倒位，讓2點鐘過會失記佇一擺，安尼親像電影演的同款。And then I have a calendar on my door, and I look and it's September, and I'm like. Oh, whoa. 當咧28青春年華的萊利，今年6月參加夏令營的活動，伊佇咧耍人體槍影的時陣，煞意外互其他學生甲踢到伊的頭。送醫檢查了後，初步診斷講是腦震盪，休困規工也過會好。不過煞尾，萊利厝內的人煞發現講，伊的記憶敢若親像攏停佇個6月11日迄一天，也就是意外發生的迄天。伊逐工起床了後，就愛去看日誌，才知影講今仔日是當時。佇咧學校嘛攏袂記哩講物件是放佇倒位，伊甚至閣會袂記哩講家己的阿舅已經過身去啊。My brother passed away last week, and she probably has no idea. And we tell her every day. 萊利的鏡頭，互因厝鄰的人真煩惱，嘛叫醫生看真濟擺。不過萊利的這個血脂強症，甲電腦斷層掃描攏檢查袂出什麼問題。伊的大腦嘛無出血，也是講生瘤。不過煞安尼讓芳來失智，安尼互醫生嘛是三無掌。I'm very confused, and I try to think back, and I can't. 即擺萊利佇學校上課，一定都愛隨時揸手指簿仔甲筆，愛隨時做筆記，閣愛甲所學的物件用手機仔甲翕落來，才會當知影過去的代誌是安怎。毋過有研究顯示講，短期的失憶症，若是長期甲拖落來，有可能造成對大腦無法度挽回的傷害。安尼恐驚會互讓2點鐘過失憶一遍的這個萊利，伊的病情會較嚴重。記者綜合報道。這幾年，咧美國真是驚電子煙，不過最近美國有人制到一款的戲病，算會超過450個，引起6個人不幸無命。這個人攏有一個共款的所在，就是攏佇咧使電子煙。和美國總統川普嘛公開講，後日有薄荷口味在內各種加味的電子煙，攏袂當上市。上重要的是，現此時咧美國也有一寡少年家未成年，攏食這款加味的電子煙，食甲調調。食薰會影響健康，不管是對別人還是本人，傷害攏真大。尤其是電子薰，阿東食電子薰食1年半，氣歹去，送入去家護病房，險無命。My lungs were that of a 70-year-old. 像阿東安尼食電子薰食甲氣歹去，聽着感覺真歹喘氣的病例，喺全美國已經有450個啊，有6個人死亡。美國總統川普在予指示，禁止袂包括薄荷口味在內的各種加味的電子薰。A lot of people think vaping is wonderful, it's great. It's really not wonderful. 美國衛生福利部部長講，聯邦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DA 未來會公布實行的細節，禁止賣樹奶糖、冰淇淋這口味加味的電子煙，互少年囡仔較袂去買。All flavored e-cigarettes other than tobacco flavor would have to be removed from the market. 川普總統喺白宮宣誓講，禁止賣市面上大部分的電子煙。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嘛喺現場表情真嚴肅。川普講，因翁仔某閣有一個囡仔囝，梅蘭妮亞堅持禁止電子煙，絕對袂放落軟。And parents are going to be a lot tougher with respect to their children. 全美國攏開始咧反對電子煙，舊金山市頂半年通過禁止賣電子煙的命令，密西根州喺頂禮拜就已經禁止賣有加味的電子煙啊。即馬紐約、麻州甲加州嘛攏咧考慮要禁止啊。記者綜合報道。跳過一個廣告了後，繼續要帶大家關心健康的話題。學生囡仔已經開學啊，也毋過咱看到今年中部當啊病毒的疫情，同款也未收煞，提醒時代千萬唔通結外掛。我們的跡象顯示呢，讓我們合理的懷疑，他應該就是這起盜領案的內鬼。警察，他來台灣胡搞那麼多天，你們都不知道嗎？很顯然的，你的管理環節有漏洞。Eric Loke，要過來，你到底是誰啊？走啊！要帶你回去投案。今晚10點，你那邊怎樣？我這邊 OK。感謝大成保金冠名播出。羅小飛，我要開始愛你了。2017新時代優質偶像劇，林心如、張軒睿、李李仁、高勝遠、嚴藝文、屈中恆、張本魚、溫真菱、許光漢、張廣成，驚喜卡司，驚嘆登場。楊謹華、Melody、謝家健、徐偉寧。每周1至周5晚間10點，《我的男孩》。計程車司機之間有流傳載到新聞裡面說的外國車手安德烈。
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今仔日是中秋，一寡妈妈、阿嬷、阿婆无用拜拜，无用甲拍车恁。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婆。婆会当讲是搬口年岁妇人人，像咱讲阿婆，嘛会当针对各种特殊的身份妇人人的称呼，像讲插婆、媒人婆、产婆，嘛会当称呼含阿嬷、伯婆的亲人，像姨婆、姑婆、姆婆，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密婆，原来是安尼写，嘛人讲夜婆、日婆、日头的日，这就是食灵的动物，外形亲像鸟鼠，骹手、身躯拢有毛，会当烧头，亲像鸟仔翅仔同款的背，目睭细细，看袂清楚，是靠身体内底声纳系统来发高频率的音波，引导音波。第二个词就是管家婆，代表讲真爱插人的婴仔袋，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真热心，也毋过互人嫌伊亲像管家婆，逐项代志拢要插，看到社区陪一只密婆入来，伊嘛想要甲伊赶走。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婆，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乐钱的贩卖机内底饮料讲有过期的情形，有2台菜伫咧台中的苗栗的中立一间洗衫店的外口，这个贩卖机内底有卖酒，也有卖饮料，拢已经过期。岛民众喙焦，想要来买饮料，一个无细腻啉到已经过期半冬的绿茶，特别请卫生局来加查。卫生局人员甲这2台贩卖机先查封，惊讲消费者一个无细腻，又搁去啉到过期的饮料。稽查人员提封条咧打，因为这2台机器看着敢若真正常，其实已经大违规了。斟酌啊看这台贩卖机的内底，竟然还佫有卖米露，安尼已经违反分酒管理法，恐惊都要罚1万至5万的罚金。更较含的是，连内底卖这个绿茶嘛，拢已经过期半年，安尼就已经违反食安法，会当罚6万至2亿的罚金。确实发现有异己产品的情形，那由于负责人没有在现场。所以我们将贩卖机台查封，避免民众购买到逾期食品。卫生局后续将进一步的约谈业者前来说明。民众来到桃园的中立，原本是想讲要买一饮料来啉，想袂到啉着煞怪怪，才会来报卫生局来检查。不过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讲，伫咧外口食物件，就要张持这个日期的标示，才袂讲物件食会入去摕袂出来，来正做这个食安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健康食饱2健康的话题来看到学生囡仔拢已经开学。今年中部肠仔病毒疫情疙瘩也未收煞，疾管署监测台中、彰化也有南投3个县市肠仔病毒门诊急诊的人数，发觉讲已经超过大团标准的数字，确定即马当是为人的高峰期。其中台中顶礼拜肠仔病毒门诊急诊的人数拢总有3831个人次，是6都内底上介济。统计到新历初九，台中市幼稚园拢总有36班停课。啊！那带囡仔中心有8班停课。囡仔咧排队，一个一个煞咧洗手，湿濡强碰切，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凊彩哩。老师嘛带头咧伫教室内底来回咧消毒，因为中部地区这个肠仔病毒的疫情真正热闹。其中台中市肠仔病毒就诊的人数，对8月25开始的2个礼拜，各有3890人次，甲3831人次，连续2礼拜超过流行标准1900人次，以6都上济。统计到初9的时阵，台中市幼稚园有36班停课，啊那托婴中心有8班停课。真的很悲惨，跟老公就是轮流，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带，如果你不行的话就我带。照规定，一班内底若是有2个囡仔得着肠仔病毒，就爱停课。亲像这个家长，就去拄着3摆的停课，就算讲真麻烦。不过囡仔的健康比啥个拢较重要。除了台中，彰化县伫咧顶礼拜的肠仔病毒就诊的人数，嘛有1254人，已经超过流行标准的720人次。有4班幼稚园停课。今年2例重症嘛拢健康出院啊，也那南投县嘛是连续2礼拜拢超过标准值的260人次。台中市从1月1号到这个上个礼拜9月9号为止呢，总共累计有6例的肠病毒重症的小朋友。那这6位小朋友目前呢都已经康复。肠仔病毒咧流行，医生嘛提醒讲，假使囡仔若有出现这落昏一直困、意识无清。较唔知人发力无好，也是讲骹手无力，会究竟佫拍瀉咧吐，也是讲喘气较紧，也是这个心跳猛醒。有这重症的病症的时阵，都要紧去予医生看。要预防肠仔病毒，大人甲囡仔拢袂当无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
跳过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这是咧桃园中立有一间真特别的汤包面线店，杀两虾的这个面线，一碗敢若卖299块尔尔。但是想要食，就要等3个月后。这种的迹象显示呢，让我们合理的怀疑，他应该就是这起盗领案的内鬼。警察，他来台湾胡搞那么多天，你们都不知道吗？很显然的，你的管理环节有漏洞。Eric Loke， 要过来，你到底是谁啊？走啊！要带你回去投案。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瑞、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中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应该在高雄没错。郭浩生总经理，我是 Eric Loke。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今日是中秋，大家拢真关心，到底敢会当顺时来赏花，来关心天气变化，来看到伫咧菲律宾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变做今年第16号风台基白。因为现此时离咱台湾也有一段路，按算未影响到连假的天气，大部分的民众拢会当顺时伫咧下暗欣赏到中秋暝月娘光夜夜。不过，这个天文馆嘛讲到，今年中秋月圆，因为是挖地球上界远的所在，是26年来上界细中秋月圆，用目睭一个看，和过去上界大比起来，差差不多减13%，看起来亲像是银角啊5块银变1块银。看天顶云过月，中秋节就是要欣赏这个满满的圆月。不过今年的中秋圆月是伫咧9月14，也就是中秋节过长工祭望日。因为这时的月娘甲地球离上远，所以是26年来所看到上细这个中秋圆月。若是用目睭直接看，上大圆月甲上细差别13%。月亮在满月的时候呢，又遇到了它刚好经过地球绕地球轨道的原地点。如果用硬币来比喻的话呢，大概就是5块钱跟1块钱硬币这样子的差别。虽然讲今年的圆月有较细粒，不过中秋连假的天气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天气有较稳定。各地赏月能见度的指数，北部地区是济云，有时啊小可阵雨，可能会当伫个云棚看到月下云、月呈绫罗芳诗群的景致。若中部地区是好天气，这个赏月指数有4粒星。南部甲华东地区伫落雨了后，会当看到月娘。若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平海面的热带低气压，因为离台湾阁真远，估计对连假天气的影响真小。若伊预测的路线嘛已经出来了，有小可偏来偏去。专家推测讲，伊挖进台湾的时间嘛延后。它这种迂回摇摆的这种路径就导致说，它往台湾的东边靠近的速度会比较慢。大概礼拜天之前这段时间，其实它对我们都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小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唔惊风台来搅吵，民众计划航马佚佗，就要把握时间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数字资料要来看到，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就菜价。即马大家食肉的惯势和过去已经无相共。根据农委会粮食公司年报的资料，发讲各种的肉类产品内底，咱食上介济肉就是猪肉，也有鸡肉。其他肉类的消费情形有小可无共。像讲过去8年内底，这个牛肉的消费量加2成，若是鱼仔的消费量减较少。主管机关和产业界拢咧要讲，有可能是咱台湾食食的文化慢慢往西方的国家，或者讲人口结构小可改变，嘛拢有关系。车100，3车250。一透早徛伫鱼档的头前，想要买这个上青的现捞仔货，不过根据农委会粮食公司年报，发现讲国人食鱼的比例
明显落真多。家人喜欢牛肉，也要看怎么样，因为有的有刺，小朋友他们不会吃啊。可能现在比较污染吧，所以有时候可能不敢吃鱼。鱼越来越贵。跟以前差很多。受到饮食西化影响，意思这个食肉的比例变盘真济。以106年来讲，猪肉甲逐英国食的量差不多，大家人维持这个每年36公斤。鸡肉嘛是留啊成一丝啊尔。不过，若是以这个食鱼来看，民国99年，每一个人平均一年是食18公斤外的鱼肉，了后就一直落价。到106年的时阵，干那剩12.42公斤。若是安尼甲比较落来，食牛肉的比例就一直提升，对每年食无到5公斤。到106年的时阵，已经提升到5.88公斤，也就是讲，伫8年内底已经成长要2成。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把红肉列为就是2A 级的那个致癌物，就是说有那个研究看得到说，其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那个罹患大肠癌来说是有相当的关系。红肉来说的话，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比较多。那以100公克的沙漠鱼来讲，伊的饱卵油脂干那有3.3公克。不过，若是以牛肉、火锅肉片来甲看，伊的饱和油脂差不多是占总油脂的一半，安尼就较会互这个肉的胆固醇增加。另外，若是以环境的永续发展来看，这个牛的碳排放量真正惊人，量基约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5。营养师嘛建议讲，伫咧选这个卵白质的时阵，要是爱经这个豆仔类甲鱼仔类的优质卵白，安尼唔但会当食到较健康，嘛较环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今日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中秋桃园的中立有一间汤包面线店，杀龙虾面线一碗卖299块，真侪人学了大碗搁满钱。无到一天的时间，拢总卖143只。另外，中秋烘肉开放300只，互人注文，拢已经卖完啦。人客反应真好，会当讲真抢市。若是即卖预约，卡手就伤过慢啦，爱等3个月后才正有，互人敢若看到嘴烂插插地，心魂险险啊对去。一碗烧烫烫的面线捧出来，内底有一尾真大尾龙虾，你无看唔到，是一尾超400公克重的波士顿龙虾。那看起来真澎湃，口味更加是无通咸。互人想袂到的是，一碗才卖299块尔。好吃，非常新鲜，值得。这碗波士顿龙虾加鱿鱼大肠面线，料真澎湃，唔免300块，互人客专工走来食，一喙刷一喙，停袂落来，讲比摸虾更加俗。吃面线吃到有龙虾也是蛮厉害的。特地预定从台北下来。对，这间店就开伫桃园中立，头家伫人面册顶的发文，讲为着要庆祝中秋节，9月7日到13号，小连续4天，450公克的波士顿龙虾，干那卖299块。分享伊的文章就会当有优惠，结果短无到1天的时间，就卖143尾出去。加上中秋节烘肉开放订货，摕回去家己烘的300尾龙虾，嘛拢已经封订完啊。人客反应真好，今嘛要订，就要等到3个月了后才食会到啊。那时候就想说，把它颠覆一下，用这些中高级食材看，就是说加到里面，让这个面线呈现就是那个高级感，把这种面线文化有没有慢慢提升起来到一定的水准。头家伫普通的面线顶下放贵酸酸的波士顿龙虾，若好看，口味甲量嘛拢互人真满足，互食袂到的网友看到拢就心生的。记者综合报道。我们的迹象显示呢，让我们合理的怀疑，他应该就是这起盗领案的内鬼。警察，他来台湾胡搞那么多天，你们都不知道吗？很显然的，你的管理环节有漏洞。Derek Loke， 要过来，你到底是谁啊？走啊！要带你回去投案。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瑞、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应该在高雄没错。富豪生总经理，我是 Eric Loke。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
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大王，你看，一个中秋的是一个路。我觉得很可惜，那个产业就消失了。那等到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天然染色，那我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然后我觉得做这行很有成就感，然后让身心障碍的朋友穿起来都会笑得好开心啊！我这个腿终于不动了啊，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人家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都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从小玩到大。大家看到我都好像就是一直快快乐乐，我只是做每件事情我都很投入。创业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汉堡面包店，我花了很多的心血，也赔了至少8位数的这个金钱，但是我却得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我知道要保护我自己，不能再太过于相信别人。请锁定台湾名人堂。叫听音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你小心，莫要保护掉水果林嘛。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就是突然肚子饿，然后又懒得出门，然后就订一下外送这样子，还蛮方便的啊。今年上半年来说，跟我们前一年其实是有10几倍的成长，大概1个月都有6到7万，也不错。我们真的是在用时间跟自己的健康，然后甚至自己的交通意外的风险，去换来这样子的一份辛苦劳力的一个钱。周六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我现在比较担心爷爷，年纪大了，如果再来一次呢？我想试试看直播。好，为了爷爷，我今天勇敢跨出第一步了，不会再让爷爷担心的。林安安有我，还有你们，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被看见。林安安，你也可以。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种种的迹象显示呢，让我们合理的怀疑，他应该就是这起盗领案的内鬼。警察，他来台湾胡搞那么多天，你们都不知道吗？很显然的，你的管理环节有漏洞。Derek Loke， 该过来，你到底是谁啊？走啊！要带你回去投案。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瑞、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应该在高雄没错。
8号申总经理，我是 Eric Look。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大王，你看，一个中秋的是一个路，月光暗暝，伊个月光的露水，扬在天。请你来看杨丽花的歌戏，忠孝节义哦，伊恁庆的团圆，我今来庆团圆啦。那我觉得很可惜。 Okay, so 3, 2, 1, and let's go. So this is the island of Taiwan. This is our GPS. We have 2 GPS receivers. 福卫7号是全世界很少有的太空天气，然后有即时作业化的观测资料。3, 2, 1, 0. Ignition. Vehicles pitching down range. 采用4K 高画质摄影机，台视用镜头记录福卫7号再次写下台湾太空史划时代里程碑。我们讲说一种革命性的观测改变，向世人证明我们有那能力，其实还蛮骄傲的。这样子的 moment 是很容易凝聚大家的向心力。我们台湾人对全世界人的贡献不可以被忽略。9月13日中秋节下午2点起，福卫7号太空任务1连3集，英文配音完整呈现，请锁定台视新闻台。喝酒啉红茶，看戏看人茶。新闻上要来欣赏在日本九州宫崎市办一个 ISA 世界冲泳的比赛。第6天的比赛，巴西、美国一个墨西哥的选手，拢是摕到8.5分，拢是上冠军。新闻上尾，插台做过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迹象显示呢，让我们合理的怀疑，他应该就是这起盗领案的内鬼。